写客文，日理好了，夜里好衰，文章美玉，見東燕客家人，也下大新北市前報道客家講報天台主持人，本樣片係用客語試驗強 TTS 合成。成蒙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慧語言研發中心專業內通聽書，也研究有幾條老細人的相關嘅新聞，本愛心肝當艱苦，其一條係南通開以造孽時案，第二條係6年也救不了日月新生兒，強姦跌破翻。其他還有台灣新生兒死亡率高過日本、韓國，其人日就夭折千多。大概造孽時案100%係因為不當嘅因素造成，除了保姆、社工有責任，老細阿哥小姐基本留向保姆照顧嘅義父們，未愛護苗財害命嘅最大責任。也則明講係公益機構向社會各界沒收累計22善款，唔認真做台弱勢兒童沒福利嘅政策，煞變成少數兩高薪嘅高層沒私利價，剝削社工嘅工期。政府應當透過野擺嘅事件，好好整頓調查嘅機構違法嘅行衝政策。講到6年日月新生兒強姦跌破翻嘅新聞，其實老亞兩30年來，台灣少子化關係密切，台灣歐亞出生率連續幾年係全球最大，大型高物價也到問題逼到後生人唔想結婚供子。台灣已經比學者預測嘅提早幾年進入人口負成長嘅高齡，甚至超高齡社會，後生嘅勞動生產人口越來越少，國家競爭力會越來越弱，國安國防嘅問題會停定來，非常令人驚，未令人笑。台灣新生兒死亡率高過日韓，其人日夭折最多嘅問題非常值得關心探討。造成新生兒死亡嘅因素當多，除咗人力無奈何嘅先天病症以外，一定大嘅原因係後天嘅意外事故，也係人為因素佔多。未大體係做得預防避免嘅，從最近幾10年有遇到歐亞嘅好點點事態，係因為鋪墊水頭唔過去引起嘅，係遇到愛講嘅家長，因為鋪墊水頭型長會好看，愛用唔錯嘅觀念所造成，實在非常唔得當。韓國大人視察在成人呢。有本機操專用嘅歐亞耳膜，有遇到車禍事故當中死掉嘅人有異，係因為冇錯歐亞耳講出去得事嘅。明明做得本心肝寶貝，一則快樂出門平安轉福嘅簡單安全條件，係因為大人一時無下落造成遺憾一生人嘅，係悲劇，實在無應該呀。時代進步，醫學發達，健保世界第一好，台灣樣板行為發生因幼兒夭折嘅比例，未成年有45%，實唔到5歲，比日本、韓國較高嘅遺憾是孬。我漸會想起細細時節，七娘生嘅日阿婆除了煮雞酒拜七娘，每位有一碗雞酒落間房拜從公婆嘅情景，佢一片徛向拜，一片在經驗。我當記得地圖嘅一句話係：本性人嘅日理好了，夜理好衰。簡單一句日理好了，夜理好衰，係醫學唔發達，保亞夭折率高嘅農業時代，唔知寄託嘅幾多是大人對成人當成嘅祝福，
老上夢啊！日理好了，都是新人最逗好，食熱樂飯，身體健康，無病無痛，法力十足，日時頭搞到動樂聽，唔會傻傻。夜裡好睡，都是新人的日時頭，無錯講到，暗晡時熱下就睡落覺，一覺到天光，唔會錯講嚇聲，發發大叫，會睡真會大，一夜大一寸，唔知有幾好呢？希望衛福部留醫學界嘅專家合作，打造一隻本色學的做得日裡好了，夜裡好睡，健安快樂狀態嘅環境，莫本一道掛羊頭賣狗肉嘅醫福名店加工業機構，近來危害兒童協保事改。神夢太設家嘅書刊本影片係講下按生氣拼圖製作，語音做得合成，特別愛感謝下維護語音資料庫，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慧語音研發中心嘅開發同支援。神夢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